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搁来到目屎 Watch。这是一个为台中发声的金融粉的节目。衷心仰望，咱会当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借券，简单讲，就是一张借条。借务人呢，就是要借钱的人。发行这张借条出去市场流通时，需要经过第三方的认证，这是认证公司所做的工作，叫做信用评定 （Credit Rating）。信评公司会根据债务者的收入、支出状况进行财务分析，最后，予这张借条一个级数。这就像我伫菜市仔伫买菜，也是卖水果，拢事先爱进行分级，级数悬的介绍好，级数低的介绍歹。借条摕到级数了后，就依照这个级数伫个市场流通买卖。信用评定级数悬的，伊欠钱无还的几率低，借条利息自然会较低。相对的，级数低的，伊欠钱无还的几率悬，借条利息就会较悬。这礼拜的故事，就对美国信用评定互咱降级讲起。发行借券的单位是美国财政部，伊印借条出来借钱，尤其是伊发行的10年期借券利息，简称10YY （10-year year），是全世界金融资产的定价利率。基本上，10YY 行低，资产的价值会行悬；10YY 行悬，资产价值会行低。信用评定互人降级，代表借钱单位的还款能力降低。市场流通买卖这张借券要求的利息会变悬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这张借券买卖的价值变低。较惊风险的人，无愿意持有这张借券，会将伊俗俗啊卖掉。持有借券要求的利息变悬。讲借券，拢爱先讲一个重要观念：借券买卖价值含借券的殖利率是反向的数学关系。简单一句话讲，价值含殖利率拢是借券报价的方式，只是要正面用价值报，还是要反面用利息报。前几礼拜，咱就一直咧讲金融市场伫怀疑美元、美债的信用问题。财政部长拜登跟Fed主席鲍威尔拢讲美国债务问题搁拖落去会出问题，需要想办法改善。这礼拜搁拄到信评公司穆迪宣布调降美国政府借券的级数，互美国长期债券的价值搁行低，害10YY、20YY、30YY 拢行悬。借券买卖双方以低价成交，要求更较悬的殖利率，才愿意持有美国债券。10YY 行悬，会冲击到高风险的金融资产价值行低，比如费城半导体指数。20YY 含30YY 行悬，
会冲击到长期的金融资产绩效行起，例如房地产指数。金融市场就要重新评估美国这个经济体是毋是挡会牢遮尼悬的利息。最后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再会。